粵語雜貨鋪製作。我有一座冒險屋。第101集。陳哥喺望到呢個女仔個樣嘅時候，佢莫名咁覺得有啲熟悉。呢個女仔，我係咪喺咩地方見過佢呢？咁熟口熟面嘅。唔係話陳哥對自己嘅記憶力好有信心，而係呢個女仔個樣非常之有特點，好難令人忘記。佢一時間諗唔起喺邊度見過，亦都唔願意放呢個人走，於是拎起手機同埋個大鐵錘就追咗出去。頭先灑喺地下用嚟測量嘅白米，被慌亂嘅腳步踢到周圍都係。等陳哥從員工休息室裏邊衝出嚟嘅時候，嗰道身影已經徹底消失喺視線嘅盡頭。跑咗去邊度啊？鬼屋道門明明係鎖好咗噶，按道理冇人入到嚟噶。呢個女仔一定仲係匿喺鬼屋入邊嘅。陳哥伸手打開頭頂嘅燈，明亮嘅光線瞬間驅散咗走廊裏邊嘅陰暗。佢行到被踢散嘅白米旁邊，順住零星掉落嘅米粒，慢慢向前行，嚟到咗1樓走廊嘅最深處。冚喺地面上嘅木板俾人從下邊揭開咗，罅隙裏邊不斷咁吹出陰冷嘅風，帶住地下空間獨有嘅潮濕同埋寒意。陳哥冇絲毫嘅猶豫，伸手將木板徹底推埋一邊，打開手電筒，直接就行入咗牧羊中學嘅場景裏邊。樓梯上望落去，依然可以睇到斷斷續續嘅米粒痕跡。陳哥可以更加確定呢個女仔就係向住呢個方向逃跑嘅。佢嘅目的好明確啊，就係向住牧羊中學嚟嘅。牧羊中學嘅場景係搭建喺地下停車場裏邊，原本嘅停車場地形並冇過多嘅改動，只係增添咗大量嘅恐怖場景。陳哥順住米粒一路追蹤，最後呢啲白色嘅顆粒徹底消失喺一條粗壯嘅承重柱旁邊。唔通佢匿埋喺條柱度？陳哥拍咗拍條柱，佢諗起細個嗰陣，屋企嘅長輩曾經講過，每一個屋企都會住住一個靈，絕大多數都係善靈，但係亦都有凶靈。善靈會安穩家運，庇護家人；凶靈會擾亂安寧，破壞風水。通常嚟講，守宅嘅靈都係過世嘅親人，但係亦都會有例外，就好似范旭同佢姑姐住嘅嗰棟樓，群鬼亂舞，陰氣沖天。如果放任唔理，只會越嚟越失控。呢一點同黑色手機任務裏邊嘅描述不謀而合。屋企裏邊有一個從來未見過面嘅客人，佢或者會滿懷惡意，亦有可能心存善念。啱先一直匿喺我背後面嗰個女仔，唔通就係庇護呢間鬼屋嘅靈？呢個諗法一出現，再都壓唔住。陳哥圍住承重柱慢慢咁行咗一個圈，目光突然望到喺水泥柱嘅後邊，竟然有一個布公仔，而呢一個布公仔正係佢親手縫製嘅第一個布公仔。唔係啊，個布公仔唔係一直喺我身上咩？諗到呢度，陳哥抄咗下衫袋，發現原本喺衫袋裏邊嘅布公仔早就已經唔見咗。哦，嗰個一直同我住喺鬼屋嘅係你啊？陳哥彎低腰，伸手去執布公仔，啱啱拎起個布公仔嘅時候，就睇到喺佢身體嘅下邊有一個人為打出嚟嘅窿。呢個窿唔係好大，啱好夠4隻手指伸入去。佢借住手電筒嘅光望咗下裏邊，只見裏邊放住
一串好廉價嘅塑料手鏈，仲有一隻被壓到扁晒嘅千紙鶴。雖然都唔係啲咩值錢嘢，手鏈係啲女仔中意嘅款式，顏色已經有啲陳舊，千紙鶴亦都被塞到入去最底，巢掹掹咁睇唔出原本嘅樣。陳哥小心翼翼咁將呢兩樣嘢拎咗出嚟，就睇到喺手鏈嘅尾段上邊寫住3個字羅若雨。地下停車場點解會有女仔嘅玩具嘅？等我睇下呢串手鏈先。如果呢串手鏈係屬於啱啱嗰隻嘢嘅話，咁呢3個字應該就係佢個名。姓羅，鬼屋嘅守護靈，地下停車場入邊有細路女嘅玩具。咁即係話，無數零碎嘅線索喺陳哥個腦海裏邊飛速咁串聯。佢突然諗起曾經睇過一張相，同頭先嘅嗰塊面徹底重合咗起身。呢個女仔就係新世紀樂園羅總個女啊！佢記翻起當初去揾羅董傾租賃地下停車場嘅事，喺佢嘅辦公室裏邊見過一個女仔嘅相。呢個女仔天生身體帶住缺陷，但係就擁有一對清澈無瑕嘅眼睛，同埋嗰個可以溫暖人心嘅笑容。佢居然成為成座樂園嘅守護靈，但係奇就奇在佢點解會附身喺我爸爸媽媽留低嘅布公仔入邊呢？陳哥越諗就越覺得呢個噩夢任務背後收埋住更深嘅秘密。佢拎起布公仔、手鏈同埋隻千紙鶴，跑翻去員工休息室，從上鎖嘅櫃桶裏邊拎出咗一本相冊。呢本舊相冊揭開嘅第一頁就係陳哥一家3口嘅合照，嗰個係鬼屋建成開業嘅第一日影低嘅，背景正係鬼屋嘅大門。張相裏邊，陳哥嘅爸爸好得戚咁企喺正中間，個笑容好似係得到玩具嘅細路仔咁。仲喺度返學嘅陳哥刻意同父母保持距離，一面好無奈嘅樣對住鏡頭，而陳哥嘅媽媽就安靜咁企喺旁邊。但係當陳哥仔細咁望住張相嘅時候，啲汗毛全部都豎起晒。佢清楚咁睇到佢嘅媽媽一隻手抬喺半空中，手指微微彎曲，呢個姿勢就好似係正喺度拖住另外一個人嘅手。我當時都冇留意，但係而家從呢張相睇落去，當時應該係有第4個人嘅。陳哥繼續向後翻，發現另外一張相更加之詭異。佢嘅爸爸指住鬼屋嘅招牌，興高采烈咁向佢展示，而佢嘅媽媽就半踎喺地上，隻手就好似喺度溫柔咁摸住另外一個睇唔到嘅小朋友。後邊仲有好多生活照。以前佢一直都覺得好奇怪，點解每次影相，佢嘅爸爸媽媽硬係要喺佢旁邊留出一大片嘅空地。而家佢終於都明啦，原來佢哋真正想影嘅根本就唔係佢，佢只係一個會呼吸嘅背景板。呢對夫婦真係對靈體都幾好噶。唉，不過將心比心啊，有啲咁樣嘅父母，又點會唔俾厲鬼眷顧啊？陳哥真係又好嬲又好笑，同時心裏邊亦都有一種好難以言喻嘅暖意。佢從來都冇諗過羅董個女竟然一直附喺佢父母留低嘅布公仔裏邊，同佢哋一齊生活咗咁耐。羅董個女係樂園嘅守護靈，佢冇辦法離開樂園，所以陳哥嘅布公仔亦都只有喺鬼屋同埋樂園裏邊有用，
正係因為呢個原因，喺平安公寓嘅後山屋裏邊，黃琪準備偷襲陳哥嘅時候，布公仔先至冇任何嘅反應。類似嘅情況仲有好多。陳哥冚埋本相冊，輕輕捽咗下太陽穴，佢開始覺得呢個任務另有蹊蹺。佢嘅目光從布公仔同埋手鏈上移開，輕輕拎起嗰隻千紙鶴。紙張好普通，但係上邊隱約好似黐咗一啲深色嘅痕跡，非常之似係嗰啲早就已經乾晒嘅血跡。呢一隻紙鶴唔似最近放入去嘅，應該放咗好長一段時間噶啦。陳哥深吸一啖氣，一啲啲咁將千紙鶴小心拆開。嗰張染咗小片血污嘅白紙上邊，只係寫住咗9個字：第3病棟，第3個房間。第3病棟？喺睇到呢幾個字嘅瞬間，陳哥就唔淡定啦。3次噩夢級別嘅日常任務完成之後，佢又可以獲得一個恐怖場景嘅試煉任務。喺做任務之前，佢就已經準備選擇第3病棟對應嘅任務啦。呢個恐怖場景係黑色手機自帶嘅唯一一個3星恐怖場景。啲字跡睇落去確實同我屋企人有啲似，但係佢哋冇頭冇尾咁留低個地點，係為咗咩啊？第3病棟第3個房間有危險，定係話入邊有佢哋失蹤嘅秘密呢？唉，收埋張紙先。而家最主要嘅係黑色手機之前有講過，完成第3個噩夢任務之後，以後嘅噩夢任務將會改為隨機刷新。咁亦都即係話，我完成嘅呢3個噩夢任務係固定嘅。第1個任務幫我打開咗另一個世界嘅大門，而第2個任務就話俾我知，我嘅爸爸媽媽只不過係失蹤，但係在生存緊嘅。而第3個任務就留低呢一個地點俾我，先博取我嘅信任，然後再俾希望，最後留低一個我可以去探索嘅方向。呢3個噩夢任務一環扣一環嘅，睇嚟背後可能仲有更加深層嘅意思。黑色手機裏邊嘅3個噩夢任務，就好似係遊戲裏邊精心設計嘅新手引導。過程當中雖然係有啲危險，但係就一步一步咁引導佢熟悉呢個詭異嘅世界，慢慢成為一個真正嘅玩家。唉，估唔到經歷咁多，先至叫做啱啱出新手村。唉，睇嚟真係越嚟越唔簡單啊！直到而家先至行完所謂嘅新手指引，之後嘅任務難度恐怕係超乎陳哥嘅想象。但係諗深啲，佢又慢慢咁釋懷。平安公寓最危險嘅從來都唔係鬼，而係人心。牧羊中學雖然陰森壓抑，但係裏邊嘅殘念絕大多數都冇害人嘅心。嚴格嚟講，呢2個場景確實係唔算最危險嘅。咁睇嚟，從3星試煉任務開始，就會完全唔一樣。或者接下嚟真係好有可能會俾我撞到啲兇靈啊，或者係惡鬼之類嘅。正所謂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呢張紙好有可能係佢父母留低嘅，所以無論點都好，陳哥都打算去紙上邊寫嘅地點望一眼。陳哥平復好心情之後，手中嘅黑色手機輕輕咁震咗一下。其實喺佢睇清女仔身份嘅嗰一瞬間，呢個噩夢任務就已經自動完成啦。幸運嘅厲鬼眷顧者，恭喜你完成噩夢級別日常任務，獲得任務獎勵：初級天賦技能活偶，用真人嚟倒模、雕刻、拆解、
拼合、打磨每一根骨頭、皮膚，塗上新漆，縫合所有嘅傷口，再為佢配上精緻無瑕嘅妝容，以及一個無處安放嘅靈魂，咁樣你就可以製造出第一件活偶。連續完成3次噩夢級別日常任務，將隨機獲得一個恐怖場景嘅試煉任務。是否現在開始抽取？注意，3次噩夢任務完成，日常任務中嘅噩夢級別任務已經改為隨機刷新，請慎重對待每一次噩夢任務。同當初獲得初級天賦技能斂用嘅時候一樣，陳哥只係覺得腦海裏邊突然多咗大量關於人偶製作嘅記憶，雙手就好似被注入某種靈性咁，變得格外靈活穩定。除此之外，身體並冇其他異樣。嗰啲人偶同埋鬼怪模型係鬼屋入邊最關鍵嘅一環，而呢個天賦技能對於經營鬼屋嘅我嚟講有好大幫助。啱好我可以試下牧羊中學場景入邊嗰20幾個無家可歸嘅殘念，等我做好呢啲人偶，將佢哋塞入去，亦都算係完成咗牧羊中學場景嘅隱藏任務。僵屍復活夜裏邊嘅人偶數量唔係好夠，而大型嘅人偶製作喺佢鬼屋裏邊又根本完成唔到，需要相應嘅工作間同埋各種道具先至得。睇嚟聽日可以去定製人偶工作室嗰度轉一圈，睇下有冇啲咩款式。希望啲價格唔好太貴啦。陳哥望住手機上邊是否抽取試煉任務嘅選項，最終點咗否。佢仲未做好迎接3星級別恐怖任務嘅心理準備，必須先調整好狀態再決定。處理完呢啲瑣碎事之後，陳哥又將自己嘅手機拎咗過嚟，關咗之前一直開住嘅錄像，截取咗其中一段只有11秒嘅畫面。視頻裏邊一對拖鞋冇人操控，自己慢慢咁行，最終停咗喺床邊。陳哥隨便起咗個名，將呢段只有11秒嘅視頻發佈咗去短視頻網站上邊。視頻雖然短，但係效果就比浴缸嗰條好好多。僅幾分鐘之後，就有上百條瀏覽同埋10幾次轉發。冷清咗好耐嘅評論區亦都熱鬧咗起身。喂，你個視頻咁短，係咪同你嗰條？唔講住啦，可唔可以先話俾我知嗰個拖鞋點解會自己識喐嘅？你唔係將自己 P 咗係嘛？點解睇唔到人嘅？唔係我眼花係嘛？我點解感覺嗰個視頻係咯，喂，我都睇到啊，但係好似係2個啊！喂，死啦！喂，我睇完呢個恐怖視頻呢，隻眼都好似有蟲。陳哥睇住不斷上升嘅關注數同埋評論數，心裏邊都定咗啲。每發一條靈異短視頻，佢嘅關注度就會上升1次。呢個對於鬼屋嘅宣傳非常之有好處。佢簡單咁睇咗幾條評論之後，就瞓着咗啦。第二日一大早，陳哥就起身將地上嘅白米清理乾淨，又將鬼屋嘅衛生裏裏外外都打掃咗一次，然之後就準備營業啦。而家人手不足係個大問題，如果不先可以企喺出邊賣票就好啦。佢喺個心裏邊計劃緊，冥婚場景一次最多3個人參觀，再多就會影響參觀嘅體驗。但係午夜屠殺同埋牧羊中學就唔同啦。午夜屠殺人越多就越有意思，牧羊中學呢，就地方比較大，就算6、7個人同時參觀，只要掌握好節奏，一定就可以將佢哋嚇出一身冷汗。或者可以等我完成埋牧羊中學嘅隱藏任務，就可以叫阿徐遠去午夜屠殺扮演殺人狂，咁我就可以入牧羊中學入邊扮鬼，2個場景同時運轉，嗱咁樣先賺到錢噶嘛。
佢喺網上搜索過含江市內大型人偶製作嘅車間同埋工作室，結果發現喺新世紀樂園附近就有一間之前係專門為樂園服務嘅，只不過由於而家市道唔好，連帶住佢哋亦都受到咗影響，正準備轉讓。到咗9點，新世紀樂園準時開門，因為淡季都未過，成個樂園嘅遊客總數量一日比一日少，但係唯獨鬼屋嗰條隊一日比一日長。以前就話陳哥拎住嘅傳單孤零零咁企喺門口，羨慕咁望住人哋，連個回旋木馬嘅遊客人數都比佢多好幾倍。但係而家嘅情況就完全相反。大家慢慢排隊吓，唔使急唔使急，慢慢嚟。所有場景都係20吓，玩完一次之後呢，仲想玩其他嘅，麻煩你繼續排隊啦。嗰邊唔好恐，慢慢嚟吓，慢慢嚟。陳哥叫咗隨緣入去鬼屋準備，而自己就喺出邊維持秩序。當佢行到人群當中嘅時候，黑色手機突然震咗一下。奇怪喎，我都未開始營業，點解呢個時間會有訊息嘅？午夜售票台特效觸發，第2位特殊遊客出現，請把握好呢次機會。根據唔同嘅選擇，結果會完全唔同。有冇搞錯又嚟？今次係邊位啊？陳哥目光飛快咁掃過排隊嘅人，發現喺隊伍嘅最後有一道熟悉嘅身影，而對方亦都同時望到佢，非常之親切咁向佢揮咗揮手。嗰個咪高醫生？阿老闆啊，冥婚場景係咪到我哋啦？係啊，麻煩你哋2位行呢邊啦。有冥婚。OK，唔該你啊。唔使。高醫生，點解你過嚟嘅？陳哥嚟呢度啊，梗係揾你啦。我之前聽你講嘢呢，就覺得你唔似係學生，冇諗到原來你係做老闆，自己開鬼屋嘅。我呢個就叫做家族產業啫，我哋呢啲揾啖飯食㗎咋，邊似得高醫生你呢啲成功人士啊？係呢，你揾我咩事啊？我係咁嘅，嗱，今次我嚟呢，係遇到咗一個好特別嘅病人，佢同你之前同我提過嘅嗰個男仔病徵基本吻合，所以我今次嚟係想過嚟問你一啲嘢嘅。本集已經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，再見。